继续抚养门外。好。李大圣怎么对你不下不雅了？李大圣，请问大圣过了一步监狱哟。好。哎！请我大人去到，将这些刁民乱国轰出人去。是，请我大人冤枉啊！请我大人冤枉啊！你如人，还不快快开！大人，小民专程前来求见询问大人的。你见他出城。大人，那三皇苍要无有苦了，黎民百姓苦哀嚎，就这样还找不下，为什么迟迟不见真霸道？原来是自己不贪官曾定将两官是分了，是这么团长王法国民道，所谈生灵什无道，但愿得巡官大人来奉旨，真传我就在民免得煎熬。无赦！这件的朝廷命官，你尽管诬陷于他。来呀，大人，拖下去，这当死人。大人，发了了，大人，大人，冤枉啊！冤枉生生二别娘，无丧须自灭人亡毛。皇上我下的正在了私下，团长紧要报，紧紧爱一路杀破到罗辑，怎管专官死里报，他新官上任三把虎，铁面无私为王高，这是贼民纷纷打长高啊！只恐他丢失了头上的乌纱帽，困来中毒就为啥？记得我星光一落，自己姑娘。父亲，18哎呀，本官今日要日再生，不离命运。来呀，你把他拖了下去。起来！粉色喜庆是晴天，今日看来
恰是徒有性命。啊！他把我误认为是刑官大人喜庆，又是来告我的。既然是此，那你就呈上来吧。这张纸句句是真，是真，是日不假，不假。大胆刁物，竟敢轻举妄动，拦路诬告！来呀，一拖下去斩营！是大人，大人，并你呢才假之人，理该是为本逃你为从，怎会藐视王法，诬告他人？既然如此，那你就从实讲来吧。大人。天上你为我作此把将他带回府院，听候发落。是。副将许成，副将许成，不就是那位刑官大人的父亲吗？父亲气囊花，这上子都是举名望之上，快来自我不许将，随云降下云天关。
这少本是分心上，虚有神，龙的不好，有点努力哇！请问阿萨空论经。在林中清江飘零。无边来临，苦生命，默默逍遥不曾度，喜情心中难平静。情歌思念，在林日夜盼望中人，身为人爱无光阴，为民下人。在你们此地三生虎女之中，你将日后放心大侠。不行，上报真不进。江阴园林上报真灵。一张张上自由身。
因为在永长高于不见空中空中不争在中配的是好在起长长经济不理睬好令今日无慈悲不留人如其风从南山来，李大人，暖不应这就见哦，圣母也其事，有请曾大人，生命之病定有一请徐大人，崔大人啊，请坐。哎呀，谢坐。崔大人，深夜到此，定有公过。哎呀，大人啊，你暖下心肠，一路风声，十分辛苦。明日下官大白水就为大人接风。崔大人，在侬之于三生火热之中，我看还是把接风的钱粮赐上去宰你吧。啊！大人真是有国有民，下官理当效也。大人，你明日是还要出访查困吗？下官已经整好了走入出马。哎呀，崔大人，你此番人物论尽，可费了你不少心啊！年少气盛，也知不红利。3年来经有运气，他出这头，伸手里有成功长若再相遇。他不曾经来浪迹，听可为他出婚相争，小气啊气啊气！哎呀，徐大人，你此来暖气，可能是最近姐姐就这里遇救了。我此番人物弄清，这灾人就苦气了，这灾人受苦气呀，是啊。哎呀，崔大人，我出来暖心，神地上书，不是崔大人上次调令法律，下至灾民人苦，是要去灾人救灾民，到底让在崔大人身上了。去早叫他把去崔大人，哎呀，徐大人啊！情在慌，思想机灵，去盼望两地福。
疼你，这4月里所有的万担粮食到哪里去了？5月里不来的饥困又到哪里去了？你既是政绩两困，早已发放，为什么黎民百姓恰到你吞赃我放？这还是天真之善，你万象地来不成。此恩此德永铭记。哎呀，请大人高抬贵手，让我高抬贵手。是啊，走去。当你很无聊，你忘不出谁在招张，手内绕中光，黎民共度外难皆灾难，好心强上来意，人民陪葬气的粮，万千朋友早入堂，今朝里安皇粮，自花万花，才让家人比空讲。自古学长用心上，大人，表明道场不可轻信。大人不信，下官这里也有一张赏纸，大人一看便知其中奥秘。大人请看。大人，这张纸非同寻常，你千万不可能的啦！大人，请。大人，请看。
将一血，让我生。大圣，大圣，心不大圣，只要你有俺真美，有俺比，此事便是天子地子，你子我子，只要大人有情，下官绝不负你。什么？哎呀，大人啊！只要你有俺真美，是有俺比，此事便是天子地子，你子我子，只要大人有情，下官绝不负你。道上人也在何处？我向他带回与世隔绝，万无一伤。速速将他带来，明日我要亲自审判。少老爷还来的么？是啊，病里的人员先上许青天早谢了。我家少老爷秉公执法，人称青天。你有什么要求，说管将领就是。这也是病里的造化。师太少太，我去唤少老爷先来。不
师娘，你怎会在此？哦，请问他生就是我家少老爷。请问他生就是你家少老爷。是的，你家少老爷就是请问他生事情。那袭人就是你家少老爷的母亲。是的。岳叔，难道我父亲就此怕了不成？我夫人爱人的思念，岂肯我女在人间？我定相依了牙关锁远近，定发心。你说你真的要熬他？师娘，凭你的真愿，献上你老人家在公事上与我作证。你说，师娘。你审视他？哦，不，我不审视他，他叫我在少老爷面前多说几句好话啊。师娘，你歇歇去吧。哦，是。你就是有用问一故已有书，正是禀你。这张状纸可是你手写？正是禀你手写。李月说吧，这可是你文字非同一文，需句句做人，字字无据。倘若安静强说，不一定体力之事；倘若差错，事关人命，非同儿戏呀！爹，我也是深怨心情，想得长，昨天是我把忙上，乌鸦真身凤凰台，万策怎能把这先王？他身为新闻全是他，我能做真经太山羊。我内心分量18年，但不能一早将日来弄忘，我万心将他人压抑了，常为长征山中大人，禀你师长不告了。怎么？你不告上了？大人，岂想禀你此案，你想跟
28年有些事，恰也记不得了。躺在上口，难免不查查出王大人，故而要求才为皇上，王大人宽谅。李叔啊，你要静静地想一想。我愿此番人文将乱，日期有言，倘若错过机缘，就再会不见了。大人，并你却连凶犯，的名字也还我不清，不管看清，并你出家之人，一个杀在公法，最清贵，所谓的按照烧香年纪，再也不问时日了。当真记不清了。请问大人面前等过虚言。是，你为安坐，且吧。谢大人。且慢。四娘，请坐啊！哎，请坐啊！坐。四娘，我家为你苦哈。老爷和少老爷对我亲自一家敬送自杀。你来我家多少年了？整整20年了。哎，你怎会来到我家？哎呀，老夫人生下你之后，还少生下来侍奉你的呀。你来我家
离开过吗？没有啊。哎呀，师娘，我今天是问你要与我从这将来。哦，只要老身知道，理当禀告。你与方才那个女妇想什么？不想噻。过去什么？没有啊。我这里有张账子，你拿去看来。情况恰当吗？我不知道。但是娘，你来我家20年在，难道这18年前的事都不知道了吗？讲，你与我讲。哎呀，我实在是不知道，你叫老身只为得你好啊。是，快请起。这次听说是南京府的政绩为到他在正最事先鬼通有用要你离手写来无通无杀杀的苦恨杀杀的苦恼一来人啊要你大爷的兵丁在今夜天黑之趁人不备去到员外将那要你离手死大汉明着地上头来解死李叔啊李叔休挂喜气无情了对我这句告诉你，你手指他
你闯下大雾了，你闯下大雾了，师娘。门外何人？我乃古路客上路过归案，想要接菩萨进香，请过方便，师太开门来。哎呀，哦，来了，来了，师娘。天沐浴生活，又见金门出发，莫非师太你有什么心事不成？不，先生，并你乃出家之人，实在供了帮扶而已。师太，我见你面容憔悴，气色不佳，莫非师太你有病在身？哦，先生，先生，并你饮食起居各守定规，我也有病在身。时日不早，先生请便吧。实不相瞒，我是来进香救人的。那就请先生到法殿去吧。已经拜过人，就过去了。但愿先生不自私。唉。下下情，终究不
我跳江道登得一生，再问人我是青天，深渊保在风是山。想不到菩萨师徒下去，到江我是心比心。是高非高，你我不比。快来不成我有理，你不高年下何灵人？不是古人有灵吗？是啊，不可思议！天下多少心。想祷告精神安宁，苦就是多少心共相人，偏于雄厚照不应，不杀真为无意经上界正不显然灵，心不求人亦无用，闻香祷告是迷是心偏是山。我这里撕掉妻子把上高，先生来一股是兄是姐是后是风是成理。不怪你先生心不心，你此场定在高不正。师太我总是与一往生，外望山也来知名。哦，他是，他就是你生生之子叫喜庆，他不知昔人就是我亲。起来，插上平时吃诺言，是太阳在问喜庆，是青天，是青天，怎为人世忘离人？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有多少清官难定
面请教。我是听相克说的。哦，我倒想起来了，师太18层，一时闻得心哀道，他来路高尚，把元神谁知见了情爱面，他的人一番谁太差下让之为爱门。师太你在月云岸，两来你定心中仔细来中谁？师太，你今日神色慌张，莫非高尚的师太就是你我？先生，你不要胡言乱语，少乱把门请关，死人不早，病你要歇歇去了。既然至此，回味有期，告辞。宋先生。我家少老爷见你多少人车上抽当一事，被南京府尹再见同要你，烈怒自尽。怎么今夜老派人前来杀你了？别说，死人不早，你同他到神去吧，他要他去。你们的话，我都已经听见了。团聚辛苦了，谢天用茶。是也，而且我们当能几个人共享天伦，真是太好了。是啊，老爷。大
老爷请。喜请他不同进，男子分晓。最近我顾着你这车很重。老爷夫人身上下问这下大礼春呗，你是关心夫人这件便是。哦，原来是夫人大人，夫人大人，请坐，谢坐，请。哎呀，老爷夫人，听说你们要去暖心团聚？是啊，错脚已经在前厅等着了。下官是特地来拜访老爷夫人，一路同迎的。哦，是多谢多谢了。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哎呀，老大人啊，你们西门出来这样一位该死淫贼，老大真是红福几千呐！小子子，何之挂齿，承蒙皇上洪恩，我作为国员们的第一呀！老大人啊，不过古语说得好，不为户之所言，何为户之所迫？才是万事事宜之事，万须小心谨慎才是。是吧，真的？此话下官应当讲的，这是提醒一句，望老爷夫小心为好，下不这下行谁了？且慢。实得听府尹大人马祖之意，必须登谢之事。外望府尹大人他也想和老夫过恩不起。哎呀，要是新闻大人挂在下来，下官可是吃得不起呀！府尹大人这般放心，但将不发。既然如此，下官就在也想到了。杀人者他是何人啊？哦，那杀人者不就是你西门老三当啊？我从不此事，从不此事啊！呀，老大人啊，此我已经是三生无育，切无女的了呀！君天霹雳一声响，当得飞来无君堂啊！我祁门镇错教育佛起我。这边是何时好啊？呀！办法嘛倒是还有一个哦，府尹大人有办法，快请讲。呀！我来问你，他是喜庆何人啊？他那喜庆之母，你是喜庆何人啊？我那喜庆之母这不就好了嘛？是古道，我是紫金东南的，更何况神飞草毛所能无尽，是非那喜庆的别在心上。只要你们二老的不动之境相求于他，老大人不就逢凶化吉，遇难成将了吗？下官是出言刚好，望老爷夫人早出上了，早出决断，下官这下谢天是了。
多谢父爷关照啊，多谢父爷关照。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万不与我从实讲来！哎呀，夫人啊！事到如今，我却对你出手了。18年前，我中年经商，难以赴傲，心中剑气待念。那一次，你为着娘家，我决意出来经商为你，表演把这万不把家口拦路。现在啊，上我因为这句话是来他报警的，我也是这么去将他做了，将他杀死了啊！夫人。你做的好事啊！我父亲多年来相爱同生，从不知你今生自报杀生。明日你大为敬我你，总以为金银书说本美，谁知你。事到如今，悔恨已死，倒不是一死了之吗？哎呀，老爷不可！臣子一道，请老爷夫人上轿。
送一文房40几，谁知晓？谁知晓高堂今日他在身，上天在里在滔天，上一道无意之归尽，心心相连，一哦两场能救弟弟悲，上台，不等能让百为尽，上天里将黎明报喜。心抛妈妈讲来，大人，一起在你余生等亲兄大人来南京，总把心日老献上亲家业，莫以为他人以来明日去有罪。
哥哥，你带来了万女一片在人，你带来了万女对我一人之痛。你我晚了，你快去谢谢你，派人送你回去。大婶，百姓们对你寄予厚望，这万千灾民的生死存亡，却在你大人身上了。放心吧，师娘，师娘，少爷，你快带他进去用晚餐消息。这罗金不应真的酒店。哦，来得正好，有请。是，有请大婶。人家话老的啦，妹子都轻地说，姐姐落雨望送餐，一路上唱送给我吧，七八公斤泪滚滚，命里带小公子自你就是这姐，我要与你拼命！沈福哥，不许不来，只要带他下来。哎呀，大婶啊，你干嘛不听信刁民的胡言乱语啊？大婶，我知道你这场病乃是性命所为，小花带你带了一片良药，大人我了定为解药的。崔大人啊，你可真想的知道啊！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大婶啊，听说老大婶一来乱进，这下你们屋子可以囤积了。你不是带他们一路而来，对吗？哎呀，不知原谅你个礼数，上高礼物杀生义务，可人家领真大人名言啊！以你之前你以我之间老大人换媳妇了，有那么大的年岁，以下官之间嘛，万事不赦为好。崔大人啊，你怎么都经我想好了？我真不知道有这一位人与你呀！不必，你我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来说，这是什么？眼见色色，傻策杀尽，追究贪官，家境灾民，哎呀！皇上只爱民常，那在水中洗去我配觉得欺君之仇。能够行使不理，灾民痛无岂能欺平义？能杀父之心，夫岂能还王法去造真凶？少尽有余，别匆匆。早日上清苦中来呀！
即拿下。且慢，请问大臣，其他臣西秦，女性死不必，死亡无罪，我以相蒙刑部罪名身上。饶了你回来此一手，本府自有公断。来呀，去将这件压下去。好，西秦，你要报应，你要报应。请我大人。李玉说：“你的儿子这颗塞落日草，你夫人皆是可报。你放心去吧。”大人，禀你此上血迹不高了。怎么不高尚了？大人，是与大人见面，常常是我宽在眼里心头。我啥妻子之恨来报仇，那路高长在你手，谁知人生是你负。我凡听此言闻他断，我以为你为什么来面谈？一腔是秉公执法，清风走进他心路上去是看，那你官上无别杀人儿，光明来老上我寻思进去走路，少多我前前你这样的好官下少爷，大人啊，我愿意一人往复恨，也不愿你因我自怜功名断，真心实意把大人去大人将你此事一笔少爷，你说你这番苦酒，你就应允了吧。黎民百姓都希望像你这样的好官，在朝中为民伸冤，为民做主。少爷，你就应允了吧的。正是为了黎民百姓，我就更不能应允了。李玉说，我意已久，今有一日相救于你们，望你们能应允于我。但不知大人所讲何事？李玉说一案4个多年，不用拖延，我要你们应付请到你。大少爷，我意已久，不必多言。大爷。
爷夫人来了，好老爷，老爷夫人来了，有请弟弟母亲。妈，把眼泪擦掉。老爷夫人到。儿啊，你的母亲，你的病好多了。哎呦，真是谢天谢地！我眼泪疏散，今天至少看到我儿露出了笑容。弟弟母亲，请坐吧。啊，弟弟母亲。爱心自苦二人曾，总是雄鹰在此江啊。
弟弟他欢喜欢喜生郎郎，怎知在路旁发上，又想又就看那张，终算是天上心上一棒。被动就有你鼓励书又前来是千古兴安大臣，你是什么？你晚生是我吗？好，你是什么人？老夫不认识你。欺人！林女，难道你还想当一个人官司不成？马上告诉你，这刑二大人就是我的儿子。常言道，大伯就是草泥王。你是98岁，老夫绝不开待于你。你说一个人，呵呵，竟非我不服，此去命法。事到如今，你还不悔改前故，还要来威胁于我吗？18年前，你欺在西杀生父，又要拽我为妻，也有这位好心的师娘相劝，我才死了生。18年的正月，天理昭昭，有证有据。你想地拉不成啊！这就是他此师母父的罪证。师娘，你陪同李叔下去吧。是。
养老送终去困了，是花笑笑花了，我与家太太平民不才笑。好了，为娘请你跪下了。
伤心，求爹娘。儿啊，你真的连我的自己都不懂了吗？小不听太不义，无人不义太荒唐。伸手能让你不做，你小气你的啊，你思一思想一想，岂能做旁人儿你的不孝郎？儿素衣把为半大丧，披麻戴孝心堂，美梦换人清明堂，儿的望里都文章，我这里在讲你三生不。我能更改了吗？儿啥错的？母亲可怜，母亲啊，从今后你就是儿为亲人，儿一定不想到是我母亲。母亲，你放心就是。去！从今之后，你不再是我的儿子，也不再是许门的子孙啊！你是个无国的无念之孙。他纵有千错万错，也是你的爹呀！母亲啊，你就可怜儿吧。你师父的命，就是别为娘死尽。母亲，儿啥成父呢？好，季青啊，季青，你既然铁着心肠，
两局上终身一恨。天中山难说我年下。凄凉的王法迢迢哪有情？比骨头媳妇死，耿耿担心灭亡体。将这件大人草来死。
见了本官为何不跪？跪下！哦，下官何德之有，请请我大人明言。最近，你身为南京府尹，不顾万千生灵身家性命，团长真艰困，只是生灵不堪尸骨平阳，你才要了如万花，难道万无才吗？还有吗？放下谁呀？依然失手，一直才不累累，难道你还有几股人陪不成？好一股情万真，开口王法，定口老家，真不愧是位定官呐！你对我自己是这样亲密无私，可是你名利一套，文理又是一套，你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我。你也不过是一个心思无比、气弄下，这样把面前不能掩饰都能给为君子。许可以碰碰，我来碰你。有用你鼓励约束，上告你无杀人一文，你是这样求生的，你又是这样犯落的，请你在这公堂之上明言。干嘛？不是我啦？哦，来呀！将西城带上来。是。西城啊，西城，上八年间。既然起义杀害人民，就纵他人之妻，如今婚姻一方是杀的让你还有我，可讲我生了一个好儿子，我养了一个好儿子，这文书外黄庄，万气在民高房里，为吾王法才难用。我这里立即将你一发人自名正言语，晓于天下，在谁之？留于黑城，强进中来呀！要将这些西人投下去，上了。请问大圣，最近真胜利，为今年。